悬。嘛，因为好天，大家出门行踏，高速公路要车阵，估计国道的交通量是118万车公里。因若国道5号建议下晡5点了后出发，较袂塞车。透早高速公路路南路段都有真侪车，毋但路南车多，上北车也真多。因为测试是中秋3天连假的第一日，国道出现大量回乡甲出佚佗的车。高公局有讲，国道交通量是118万车公里，研判包含国一路南、永远到豆分、中华到保盐系统、上北县山到大华系统、国三路南的快关到布丰、国五路南的南港系统到头城，甲国十向东的顶金甲燕巢系统开塞车。杨梅头份路段还有国三南向的综合到关西路段，车多的状况预计会持续到下午3点4点后才会逐渐疏解。另外，针对国五南向车多的一个情形，则预计也会持续到下午4点后才会逐渐疏解。高公局建议，西部国道路南的用路人尽量在中昼12点了后出发；公路路南的是在下晡5点了后出发，才能避开车潮。气象署分析，全台受太平高压影响，气温拢真悬，各地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。我们附近还是有高压的影响哦，因此我们在今天还是要留意温度比较高的情况。而至于未来这3天的这个中秋连假假期，则是还是要留意这种高温比较稳定的天气。气象署指出，下礼拜双十假期进前推估有热带扰动通过东北边海面，甚至正做风台，北台湾天气可能转做有雨，影响假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